周易故事，歲卦，洪武問須龍，燒餅星牒與白溫遙解。卦辭開篇，朱元璋舉起欽天監奏摺白溫。呢歲卦開篇，有夫光亨貞吉利涉大川，同眼下黃河漕運有何干係？劉伯溫指向觀星台銅壺，陛下請睇，壺嘴滴落嘅水珠喺月光下折射出9道紅彩，此乃9星連珠意象。有夫指木星流井縮，光亨係金星合月，神已測算9日後黃河水位降3尺，正係疏浚漕運吉時。燒餅錦，木星濟東井，金月交輝映，若待9日後千帆出汴京。初9須於交，注須於交，利用行無咎，莫非勸朕久居鄉野。柳非也，交乃星野分界，月上實正，月前亦縮17度時，月光折射角42度4，離夜間測量郊野。洪武案例，至正27年，辰夜觀逆月睡沙，間主公暫駐滁州，避開陳友諒鄱陽水師。燒餅錦，亦宿月垂陽滁州，撞龍椒。若嫌鄉野僻鄱陽，謂與敖。9二須於沙，注須於沙，少有言，終吉。沙場凶險，如何言吉？流沙非戰場，乃月魄潤澤。天象解讀，月離東井時，銀河塵埃折射，月輪邊緣現沙紋，現代稱月暈。治水實例，宋景德元年，丁未官井縮沙月，重修汴渠，節省工期8日。燒餅錦，井縮沙紋月汴渠，動又烈，若急徵民夫屍骨，填題月。9三須於黎，注須於黎，字寇子，唔通要朕坐視查寇？柳黎係月魄濕濁，星象觀測，月入蒿宿烏鴉座，受星際塵影響，暗斑擴散如泥積。戰史景順唐天寶15年，哥舒翰誤判黎月黎靈，出關中伏，潼關失守。燒餅錦，雲宿月，雨瞓潼關，火龍困，若嫌黎烏木，安陸都更敦。6四須於血，注須於血，出自月，血光之災，點樣化解？流血乃月行黃白交點，曆法密碼，月近黃道，免呈銅紅色，月斷食應受時曆，漏算0.7度45差，邊防實務，今歲血月。當空時瓦剌必犯大同，而屯兵又欲按兵不動。燒餅錦，血月照陰山，塔達馬蹄歡，欲出殺戶口，頭顱滾河難。9五須於酒食，注須於酒食，貞吉，莫非讓朕醉生夢死？留酒食乃養精蓄銳，釀造天時，滿月時月光波長589納米，醉里酒膏發酵。現代科學證實，均須按例，至正23年，神擇深宿滿月，釀10萬壇紹興酒，助將士驅寒。燒餅錦，深宿月滿瓮，黃酒熱刀鋒。若貪神使怒，凍死北征庸。上6入於月，注入於月，有不速之客3人來，敬之終吉。呢賊人上門，仲要款待。流月乃月行近地點，潮汐定律。月球過近地點嘅時候，潮差增14%。利水師突襲，現代測算0.56米。海防實務，張士誠曾經趁近地巨月夜襲杭州，潮水掩明軍炮台。燒餅錦，巨月壓東海錢塘，鐵鎖開。若斬來使頭10萬水鬼來，終局天預。劉基割掌血，祭運天儀，星圖顯然歲卦真係。陛下明鑒，歲卦6爻，實為天使密碼。初9逆月，測地勢；9五申月，促人勢。想6個月，借天勢。朱元璋拋出半塊燒餅嵌入星盤，竟啟動自明機關。傳旨按白溫所奏，收洪武虎新曆，注月上銅兒，自長江險隘。克此夜，星牒於其上，銅兒復冥，月有72雙，雖藏3000韜光。術惡索望言悔就淚，自有刀槍。星移鬥轉，白溫蘇發盡白，以壽元換歲卦真解。後世每逢月蝕，銅兒腹中隱隱，傳出當夜對談。余文蔚燒